完用炮頭拆樓嘅工序咧，就輪到講下用手動工具嚟拆樓嘅工序啦。炳叔國強啊，用炮頭共兩共就拆晒啦，咁點解仲要用手動工具拆啊？哦，因為有啲樓宇太舊啦，負荷唔到咁重嘅機械啊嘛，又或者同建築物嘅地點車輛唔可以到達，運送唔到啲重型機器到目的地，咁就要用手動工具嚟拆咯。哦，呢一點我就明啦。國強，快啲講埋啲工序要點做啦。首先要計算出各種構件嘅重量，嚟到決定用邊種吊重工具施工，並且要準備好公證嘅孔證書，例如 block、塞鼓、威亞等等，先至可以開工噶。而每層嘅拆卸次序咧，同用炮頭拆卸次序一樣，都係要將非受力磚牆同埋趷雞拆走先嘅。當拆地台樓板嗰陣時咧，就要將地台樓板中間打開裂口，然後向四邊伸延至石屎陣邊，直至全部打碎，剩低鋼筋，再用風煤將鋼筋切斷。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拆石屎陣咯。喺拆陣嗰陣時，首先要確保石屎陣上邊冇任何嘅負荷，跟住就可以將陣尾用鋼索牢固好喺外牆石屎陣嗰度，而另一邊陣頭就利用駁碌牢固喺地台或者對面嘅結構度。工友就要將陣口兩端嘅石屎打走，令到鋼筋外露。之後就將陣尾上面同埋陣頭上下嘅鋼筋切斷，將石屎陣頭用 block 放落樓面，最後就可以再將陣尾下部鋼筋切斷，將佢放低，咁就 OK 噶啦。至於外牆咧，就要用鋼索牢固好牆身，按批准圖則嚟分倉，鑿出一道垂直槽，留下鋼筋支撐結構，然後喺樓板上裝上墊層，之後就喺牆腳500mm 左右打開缺口，用風煤將外邊嘅鋼筋切斷，跟住以受控制嘅動作將牆身向內拉冧，兼且打碎。而拆石屎柱就同拆外牆工序一樣，都係要用鋼索牢固好，以受控制嘅動作拉冧。仲有啊，無論用手動工具嚟拆，或者用機械拆卸，喺施工期間發現有結構構件同埋圖則有唔符合嘅話，就要立即停工及通知認可人士同埋註冊工程師，睇下有咩補救方法啦。如果要拆嘅樓宇隔離左右都有其他樓宇，而且又未拆住，咁我哋有咩防護措施？同埋拆咗之後又要點做咧？喺拆樓之前，建築師同埋結構工程師咧，通常都要去翻查啲舊有樓宇左右兩邊嗰啲舊嘅圖則咧，咁亦都需要去落去地盤咧做一個安全嘅評估。咁通常隔離嗰座樓咧，我哋都會入去咧做一啲裝頂嘅功夫。咁假如有一個中牆嘅話係留喺度咧，我哋都會喺拆咗樓宇嗰邊嘅地盤咧做一啲斜硬嚟鞏固佢嘅。咁亦都可能需要做一啲螺絲山咧，就通過舊有樓宇嘅梁啊或者柱咧嚟將佢哋咧就更加鞏固。咁又如果喺拆樓嗰陣時遇到暴雨警告嘅話，咁地盤嘅緊急工作組就要動員做好應變措施啦，清理好去水系統，同埋將臨時電氣裝置做好防水保護。又如果掛起3號颱風信號咧，就更加要將棚架加強拉緊啦，將內燃帆布除低，以減輕棚架所受嘅風力。又要將未拆卸嘅構件穩定好，兼且將鬆散嘅物件綁好或者冚好先至得噶。咁當拆卸工程完成之後咧，任何挖掘嘅地方都一定要穩固及支撐好，以及應該立即平整地盤，同埋清除所有泥石，又要有充足嘅排水系統嘅。嗱，如果新發展項目唔係立即動工嘅話咧，咁就要將地盤完全圍住，防止啲人擅自進入，免除任何會對公眾構成嘅潛在危險咯。嗱，如果地盤每個人都做到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項工序，咁就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，知道未啊，國強？知道啦，炳叔。